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又同大家分享呢個末後修行重點4啊，用心耕耘，自我心田。修行過程好難都一帆風順，喺唔同成長階段必定會飄來幾陣風雨。有人因承受不住風雨侵襲，生命逐漸凋零；有人借風雨將自己鍛鍊更加茁壯。為何同樣深陷苦境與挫折，其結果係不一樣呢？一言蔽之，沒有用心耕耘自我心田。現代人修行並非內在深度嘅用心思維，而係表面習慣嘅一種反射作用。講得更清楚點，即係習慣性咩時候獻香、參班、道眾，喺佛堂就能夠收斂你嘅心。一踏出佛堂，轉個頭又恢復你嘅凡夫心。雖然一生也跟人家熱熱鬧鬧咁參與修行行列，但到最後仲係抵唔過凡塵俗世嘅牽纏，留下嘅只係修道落空，真理世界一片空白。要知道每個人內心深處均有心靈寶藏，自性佛。為何變成自閉佛，困死喺自己城中？一、情慾阻礙良心；二、煩業親情綁住；三、私心偏見困住；四、被心中嘅嗔恨不平計較障住。放下人心私慾，才能契入無為修行。要知道天地無欲，所以長存久活。人由於多欲多念雜，所以生命短暫，隨時會枉死喺欲念貪求之下。當心中有貪婪時，把佢根住；怨恨不平時，把佢斷除。人嘅思想不純正，行為自然不純正，會產生種種苦難。修行最可怕係不良思想，佔盡整個心靈空間，心中點會有道呢？心田不生無名草，各院常開智慧花。意思即係指心境上常保清淨無染，若能夠覺悟人人本具有嘅自性，才能流露圓滿智慧。修行怕嘅係專拔別人心田嘅雜草，自己心田卻雜草叢生。老子所謂和其光同其塵，我哋所追求嘅唔係外在世界多麼大多麼好，而係要觀照我哋內心世界是否清淨圓潤。因此我哋或許無法影響外在環境，但係我哋可以轉化我哋心境。無法左右外面天氣，但可以改變我哋嘅心情。山不轉路轉，路不轉人轉。悟入內心最深處嘅自己，才能喚醒我哋嘅良知，顯露我哋清淨嘅道心。實例，有位同修去度一個有神通嘅修行者，對方話：你想度我，我能知道你嘅心喺度諗緊乜嘢嘅，你得嘛？同修答話：雖然我睇唔到你嘅心，但係我看到我自己嘅心啊，你得唔得啊？要知道，睇到別人嘅心唔重要，睇到自己嘅心境上存有乜嘢
才重要。善用我哋嘅心。佛經稱現在居住世界為娑婆世界，意思即係說，身喺呢個世界嘅眾生，煩惱苦厄叢生，尤其人生八大苦：生老病死、怨憎會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煩惱熾盛等，冇人能免。要知道，物質世界越文明，心靈世界就越空虛，再加上外在環境嘅壓力，可以說係內憂外患。如果找唔到心靈出路，便會如火車偏離咗軌道，弊端叢生。佛經常言如行安樂，意思即係指喺世間不能得到解脫，死後又怎能開悟呢？喺世間唔能夠善盡自己本性、自己嘅道，換咗另一個環境，又如何突破心靈障礙，破除自己嘅執着呢？因此，人唔能夠妄想或者期望生活之外得到解脫，或者妄求死後往生理想國度。要知道，人生即係法界宮，而心即係我哋嘅清淨宮。欲修無上菩提，要透過靜修、觀照、修正，去力行菩薩道。任何再大衝擊、逆境，也能隨遇而安，才能保有一顆自在隨喜嘅心情。修行法門何其多，但悟一心，直超三界。一般修行者都係外求，有修這個法門，也修那個法門。法門雖多，但全是心外法。心外法即係生死法。慧能大師話：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我哋修行人要怎麼修，才能夠明白心性呢？一切莫外求，就係修你嘅心。所謂道不用修，達莫污染，就係講我哋嘅心面對一切塵境，一切善惡緣，一切順逆境，一切世間情，唔起心，唔動念，雲來雲去。修行常言，掃除一切煩惱，去除一切人我是非，心靜才唔會受世俗所迷惑。意思即係指修行能夠做到內不亂，外離相，讓心平靜，才能不被一切塵境所轉。不要拿世俗人嘅眼光與標準嚟檢視自己，而墜入世俗嘅障礙，將來成就與凡人無異。要進步，就要拿菩薩清淨與規律嚟自我督促，拿菩薩嘅標準嚟自我勉勵，將來才能成菩薩。修行總係喜歡聽好聽嘅話、恭維嘅話，一味刻意奉承，而真實嘅話一點也聽唔到。要知道，人生中真正能根治病源嘅係良藥苦口。修行唯有知錯認錯，才能增長智慧善根。修行切勿讓順逆環境而影響到我哋寧靜嘅心。所謂君子素居，呢個素就係無聞，也就係樸素之義。意思即係指君子安居樂業、安貧樂道，就是素居。喜怒哀樂、
發於和，心境自然不被環境所轉。修行常言，渡人如渡己。當渡人成全時，最能謙卑忍讓犧牲，心自然沒有嗔恨計較，反而能過得安詳自在。禪宗話：參禪不在腿，在於心。要知道參禪不一定要靠打坐，開悟也不一定要因為修行，只要心安理得，煩惱也變菩提。由心靈歸依入手，要知道依佛家觀點嚟睇，人生過程每一個人係披着業力嘅外表，演各種唔同嘅一出戲。得意嘅時候，只不過喺人生舞台上短暫嘅得意自己，一旦脫下戲服，仲係赤裸裸嘅自己。所以佛家云：畢竟仲係你自己，但千萬別讓舞台得意之時被沖昏咗頭腦啊！會讓你不斷在演戲。失意時候也不必沮喪、悲傷或者睇唔開，想上咗戲，雖然得淒苦無比，下咗戲卻能夠歡樂自在。善用短暫人生，扮好呢一出戲，切莫讓戲中假象蒙蔽自我。佛經有云：學海無涯，唯勤是岸。千經萬典，要如何下手？由心靈歸依入手，因為心靈歸依可以體滌智慧，解脫障礙，徹底獲得自由，以達生命究竟圓滿。現今修行未開悟者，須藉善知識或者師父啟蒙，才能夠明理修行。已開悟者，當知依法不依人，透過智慧自性自度。所以濟公老師話：跟誰修都錯，要認理歸真。一、歸依自性清淨。人生最根本嘅問題係如何面對自己，如何對待自己。唯有歸於純真嘅自性，純真自性係吾門本具足嘅，唔係外來嘅，佢係人人本具有嘅清淨本源，亦係天地萬物一切法嘅根本。依修行嚟講，不向外追求，不迷失自己，心中沒有矛盾，沒有攀緣，沒有困擾，福慧俱全嘅人生。二、歸於心靈覺醒，淨化自己嘅心裏，展現自性淨土，去除種種煩惱、憂傷、牽掛，才能自在解脫。淨化情緒，可得到好嘅性情；淨化慾望，可知足常樂；淨化思想，可通權達變；淨化心境，才能自在無礙。三、歸於道德實踐，開拓人生必須奉行道德實踐。道德唔係用來討論嘅，而係貴在身體力行，唔係黑板教條，佢係智慧嘅展現，目的係圓滿精神生活。以修行嚟講，用單純歡喜嘅心去圓滿你生活周遭，見人不是處，反觀以自省；見人思偏處，
反觀以自律；見人過分處，反觀以自戒。南海古佛云：我哋修道辦道，係為咗尋回放濕嘅良心，去除虛偽嘅外表，回歸天真無色嘅自己。佛家常言塵盡光生，意思即係指每一個人心中充滿高度嘅慧性，唯有喺心境清淨單純之下，才會放出光芒。呢個就係佛性。所以慧能大師嘅自淨其意係最直接了當嘅指導。要知道，為淡方險真，為常方能久。淡即係純樸簡單，常即係真實嘅、永恆嘅、不變嘅。修行要無阻礙，不要一凡事複雜，二鑽牛角尖，三鑽酸刻薄，四看外相而產生比較心，以佛心看人，人人是佛，用複雜嘅心去面對，則煩惱掛礙一大堆。心要無私，才能明辨是非。自己不能吃虧，何必佔人便宜？自己不願受刺激，何必批評別人呢？聖嚴云：心田種德，急修持，生死無常，不可期。窗外日光彈指間，為人能有幾多時？